佛光山南台別院慶祝佛陀成道紀念日，結合所屬30個分會，分別在27個據點展開臘八粥結緣活動，預計將送出10萬碗熱騰騰的臘八平安粥。佛光山台南區總住持滿洲法師希望這10萬碗臘八平安粥能化作10萬份祝福，在冷冷的冬天，讓民眾感受到佛陀的慈悲與溫暖。為了慶祝佛陀成道的這個吉祥的日子，我們這一群義工菩薩呢，預計從1月10號開始，也就是明天，我們會在南台北院轄區27個據點送出10萬碗的熱騰騰的臘八粥。這呢不只是一碗粥哦，我們更希望這10萬份的臘八平安粥能夠化作10萬的祝福。然後在這寒冷的天氣裡面呢，讓每一位市民朋友拿在手上，心裡都能夠感受到佛陀的慈悲跟溫暖。為保持每碗臘八粥口感一致性，南台別院9日晚間舉辦臘八粥烹煮評鑑，邀請掌廚經驗豐富的餐飲系老師黃秀霞授課，以星雲大師所指導的配方，傳授如何烹煮出美味臘八粥。小小的火去炒它，你不要大火，大火的話，這裡面一定超會大。那我現在要嗆這個醬油，這個是醬油，哦，嗆下來哈、哦，你看哦，這樣淋下去，那嗆鍋邊的醬油它是很香的。為了煮出口感一致的臘八粥，南台別院的志工們認真做筆記，甚至還錄影記錄，就怕遺漏任何步驟。經過老師的指導，也讓志工們個個信心滿滿，能煮出最美味的臘八粥，供養大眾。經過老師的那個教導，有沒有感覺更上一層樓？有，更清楚，更好。对，秀霞教授來幫我們整個流程講得非常的詳細，不論是食材，還有水的比例啊，還有火候的部分，都講得非常的詳細，讓我們就是很有信心，可以把這次的臘八粥煮得很美味，供養大眾。這10萬碗平安粥從1月10日到26日，將陸續送往台南各社區、機關及弱勢團體。滿洲法師期許，透過這一碗碗滋味一致的臘八粥，能將佛陀成道的喜悅化作舌尖上的溫暖，讓社會大眾在寒冬中感受慈悲的力量。10萬碗粥，10萬祝福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